hand to hand. We're living lifetimes, prime time forever. Hand to hand, day or night, it's always now or never. We're together, prime time forever. 節目開始之前，提大家，呢度係同中意睇 TVB 嘅朋友一齊分享嘅。唔中意 TVB 嘅話，呢一度唔啱你，唔好嘥時間啦。唱反調嘅用戶同埋留言一律刪除拉黑，留言注意事項嚴禁爆粗。呢個禮拜咧好多新聞啊，所以將中年好聲音擺埋一邊啊，再唔講嘅話咧，今晚做噶啦。好啦，今個禮拜日就係今晚啦，11號就會播出第7集嘅香港區嘅第3回合啦。今次咧就會有3個5燈選手，仲有咧好多4燈選手添。今集咧都有幾個焦點㗎嗱，除咗咧遠道而嚟由蘇格蘭同埋瑞典翻嚟嘅中年好聲音 fans 參賽之外啦，仲有唱功一流嘅前後腳父女檔啊，仲有就係曾經出道嘅歌手陳日璇都會嚟呢一個舞台上面競技嘅。先講下42歲現職財務策劃員嘅陳日璇啊，揀嚟嘅係夜夜夜夜，咁佢颱風穩陣啦，咁啊感情收放自如啊，獲得評判咧係一致好評嘅。喺20年之前咧，曾經為陳日璇監製歌曲嘅張佳添咧就大讚佢有進步啊，佢話呢一首歌發揮得好好，比喺20年前咧多咗啲滄桑感啊。咁啊，至於肥媽咧就形容就話咧，佢今日嘅講古仔咧係打動到佢嘅，好似去飲咁樣喎。一早咧就有定菜單嘅啦，知道咧係食伊麵啦，定係食炒飯嘅。嗱，最初我睇完呢句説話之後咧，我唔係好明肥媽想講啲咩㗎。後尾諗下，應該係咁解。佢意思就話咧，就係佢一早咧係設計好、鋪排好嘅，即係唔會亂嚟嘅。而可兒就話咧喺海選裏面咧，陳日璇就係揀咗一啲爵士曲風啦。今次轉唱流行曲咧，表現係更加好啊！即係讚佢嘅中低音好好聽啦。而陳日璇就話今次重返舞台咧，正就係想證明咧自己係憑歌講古仔嘅能力啊！佢話細個時候成日都俾人話佢唱歌咧係冇感情嘅，咁啊希望今次咧可以聽到一個咧講故事嘅陳日璇。跟住有呢一集前後嘅登場，嚟自新加坡嘅父女檔啊，阿女郭美夕就咪揀咗咧，就係不想讓你知道，仲有就係71歲啊前音樂工程師郭哲宏，今日揀嚟嘅係陳婉啊。嗱，阿女嘅聲線呢就係溫柔又自然啦，谷婭溦就大讚咧，好中意佢把聲，好天然嘅 charm 啊。至於可兒就話咧，佢把聲咧嘅力咧係柔嘅力啊。至於周國峰咧就話佢字與字之間嘅連接咧好溫柔啦，好smooth 啦，咁啊至於爸爸啦，爸爸表現又如何呢？就獲得肥媽咧大讚咧係好優雅，而周國峰又如何呢？佢就曲線大讚兩父女唱歌咧好掂啊！就話阿郭前輩，你屋企仲有幾多人啊？其實我哋中年好聲音係歡迎你全家參與噶。佢覺得咧係遺傳嘅，就好中意咧即係爸爸嘅感情啦，補翻咁上下人生嘅閲歷咧，其實係唱唔到嘅。嗱，飛天爺爺咧就係正因為廣告時段睇到阿周 Sir 講呢句説話咧，我就好期待呢對父女啊！好啦，至於谷婭溦亦點樣咧？就話唱得好優美啦，咁啊令佢哋咧好陶醉。咁啊肥媽咧就講啦，即係繼續用一個美食啊去形容啦。咁啊就話咧，佢話滾湯同老火湯真係爭好遠嘅。咁啊原來咧爸爸咧曾經喺2025年啊新加坡嘅黃金年華唱歌比賽裏面咧係攞到冠軍嘅。而阿女咧亦都喺2005年啊，即係同一年啦，一個歌唱節目絕對 Superstar 裏面咧係殺入咗24強嘅。好啦，頭先啊提到啦，有5燈選手出咗嚟啊嘛，邊一位呢？咁啊，其中一位就係35歲嘅范子睿啊，揀咗佢係給自己的歌，咁啊，即係不但止好投入啦，而且歌唱技巧咧都好勁嘅，就獲得咧評審係一致好評噶。周國峰咧更加封啊范子睿咧為今年嘅頭號殺手添。佢話本來咧李宗盛嘅歌咧係必死無疑嘅，係我都會咁樣諗嘅。咁但係今季咧100強入面咧唱李宗盛嘅歌咧係強到不得了嘅，就至於范子睿咧就將人性唱咗出嚟啦。佢話之前咧有好多大魔王啦，今季呢一個咧係頭號殺手添。
至於海兒咧都大讚啦，佢嘅歌唱説故事嘅技巧咧係一流嘅，直頭係五體投地啊！至於張佳添啦，見到今季咧，哇，即係咁多個強者雲集啦，就話非常之咁期待。佢話今屆中年好聲音咧好睇，係覺得咧真係有得鬥㗎。呢一首歌安雅希咧都唱過，咁啊佢好高分嘅，咁但係就形容咧佢係仲多咗一份自己嘅野性喺入面啊！咁啊台上面嘅范子睿咧雖然就野性十足啦。咁但係台下咧，咦都係一個愛妻號嚟㗎。當佢唱完首歌之後咧，翻到後台啊，即刻俾太太咧送上一個甜蜜錫錫啊！好啦，今日講起范子睿啦，佢嘅歌唱技巧咧係真係一流嘅。咁啊曾經學過流行鋼琴即興伴奏啦，仲有就係流行演唱嘅。喺學期間咧，咁啊經老師推薦之下咧，就去咗北京嗰度深造嘅。畢業之後就一直咧從事流行聲樂教學嘅工作啊。咁啊依家咧係廣州省流行音樂協會理事啊，哇好勁喎！咁啊曾經咧係奪得咧第8屆中國音樂金鐘獎流行音樂大賽全國優秀獎啊，勁！所以我都幾期待，同埋睇過啲廣告片咧，咁啊都幾 OK 嘅喎。咁啊講起就係李宗盛嘅作品咧，其實真係幾難唱。佢有時啲歌咧，有次唱幾句之後咧，有少少好似講嘢嗰種咁嘅感覺嘅。咁但係有好似介乎講嘢啦同唱啦，但係轉頭咧佢又入翻去個旋律裡面嘅。所以要 handle 嘅話咧，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。除咗安雅希之外咧，有冇記錯？劉洋有冇唱過？大家留言話翻俾我知啊！好啦，咁啊除咗以上嘅焦點之外咧，咁啊中年好聲音講到明嘅啦，35歲以上咧就可以參加㗎啦。咁啊啲年紀好大或者比較大啲啦，咁樣講咧，佢哋就會形容係一啲叫做 Super Junior 嘅。咁啊今集嚟講嘅話咧，都有3位嘅 Super Junior 登場嘅。咁啊除咗咧即係之前有提過啦，嚟自新加坡嘅71歲嘅參賽者郭兆宏之外咧，仲有一位咧係74歲嘅林守常啊，佢哋括住咧係叫林伯嘅，揀咗咩歌咧？揀咗憑着愛。而另一位咧就係72歲嘅電影導演啊宋豪輝，咁啊揀咗係明星啊，咁啊當中啦林守常咧更加係今季裡面嘅 Senior 中咧年紀最大㗎啦，表現咧係值得期待嘅。至於林守常啊透露咧就話揀呢一首憑着愛啦，就係因為啊比賽當日咧適逢就係同太太結婚30週年啦，而喺中學嘅期間咧就已經開始同同學咧夾 band 玩音樂㗎啦，除咗主唱之外啦，伴唱啊、鋼琴啊、saxophone 啊、吉他咧都掂噶。好啦，至於另一位嘅宋豪輝咧，就係出身自第2期嘅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嘅。咁啊，曾經咧為無線同埋麗的嘅演員嚟嘅。1978年咁啊，曾經咧前往美國去修讀電影，其後就出任 TVB 嘅編導啊。翻嚟香港之後咧，執導過 Beyond 日記之莫負少年窮啦，仲有就係富貴黃金屋等等嘅作品啦。另外曾經編導咧就由商天娥同埋張國榮主演嘅《儂本多情》啊，咁啊今晚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大家嘅演出啦。